YouTube 应该差唔多，當然 start 啦，應該哈。OK，yeah start 啦。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到嚟收聽，邊嚟學嘅你節目，我食就會，係咪食啊？碟top，會車食嚟。這個禮拜歡迎人到到嚟收聽，邊學嘅你節目，這個禮拜2021年，希望2021年比2020年好啦，舊年杜蘭年，話三多upload近年嘅鋪啦波，喺呢度到時冇呢好，其實呢度就是2021年，希望人嘅行政嘅較水，面位較水，無掉昂無病毒，跟住昂無呢無病毒哈。這個禮拜咧，我嚟講咧等陣大介紹我特別嘉賓先。這禮拜特別嘉賓咧，講學生，哇！當時馬來西亞是幾點啊？實講佢啊 ，Vivi 話話。5:19分啊，我喺度困啊。你那早困咗未咯？扯咯！線啊，最近。你最近都冇播攝個線？有啊，咪冇播攝。我都 online 架啊。冇開到對啦嘛，我開到對啊。哦。OK，แล้วโอเค嚟5:10分早起，你是講啊，接觸了對使去落雨，對使去接อะไร啊？未必我講緊一半，我就走啊。你自閉，你一時你自控，你都問我自控嘅，那是當微笑人啊，那是微笑，你講你問我自控，就是只衰意思。哎呦，阿龍啊，阿龍請一杯，攞我電話拍啫。我係請啦，㗎啦。OK，等我介紹我嘉賓司馬教，你使教我介紹我特別嘉賓啫。嚇話OK，這禮拜我人有真啊濟聽眾頭一個是咪咕莊，你好，แล้วก็有零頭毛歡迎。零頭毛對。冇影料係成啊！啲看零，啲看，我啲看鬼鳥，啲看鬼鳥。แล้วก็有部幕老椒部幕白歡迎。Hello。แล้วก็有微微娃娃歡迎。冇插啊！冇插時候咯。Hello。自控咯，上啲做自控我都掛咯。แล้วก็有博鑑啲歡迎。Hello， 路人好。แล้วก็有阿三รักษา歡迎。感謝。then ก็你使講大粒頭嘅小妹大家歡迎。Hello， 我是阿 John 嘅表小妹。唔是阿 John 啊，大粒頭。阿 John 唔是阿 John 嘅表小妹。我是冇車，我歡你啊冇車。แล้วแบบเกมทั้งกี่講เราไม่講เลยเหรอ哎呀ไอ้ที่毛毛菇跌到好啊ทาง講結正嘅啫但係嚟啊เหรอ嚟啊冇講就要走去啊一 travel เหรอ一般厝啊是蝦米我看一般厝啊是啲 travel 了我可能冇厝啦我可能是 on the way I going balik kampung 啊because 我看啲 travel 是站去對 I mean 定禮拜2禮拜整對部幕 band กัน看到啲邊เนี่ย所以我多了你係 iPad 是電腦啊iPad mini iPad mini 冇卡啊你冇 case 冇 stand 啊我係 case stand 但係我 stand 我就看住แต่ละ冇很多嘛OK แต่มาที่ว่าที่用 iPhone นี่ว่าที่มีเขาจีก็คือเป็นตัวเดียวมาแต่ตัว咯 OK 當今我俾教人每人講嘅就是人嘅周卡係曲周卡裏面嘅曲，咱有用周卡冇上嘅阿莫咱是 gadget 啦即咱個周卡裏面嘅曲你講豬背位豬背位是大人有啊豬人冇豬背位當今我是冇冇你冇冇啊，你特別你冇注意啊數，會話嘛？
你做背你做背你是用咧，迄牙煲诶，得拍火茶诶烧呀。无啦，无做背啊，嘛路，可能不是食一个啊。low carb Grab food。哎呀，嘛 Grab food 呀，咯硬啊。伊唔是 low carb，伊是叫人家一半来去。特別我同你講下咧，我隻菇無煮咧嘛，我廚咧嘛無嘅，食 stove 方面嘅咧半無了咯。然後係本嘅 MCO 那時啊，嗬，你看到被安裝咧 MCO，你無理由特餐本隻外口嘅嘛，就แล้ว嘛，แล้ว你就去買一個細細粒嘅粿啦，細細粒嘅，แล้ว伊是 electric 嘅啦，電嘅啦，你開電咧，嗬，咧你會使用迄個細細粒嘅粿喎，嗬，會使夾來煎糜咯，แล้ว煮淡薄迄個較普通嘅啦，就 maybe process 乾 food 啊，แล้ว你嘛倒入去做熱伊咯。OK，伊是上加 slow cooker 係咪？無，伊上加一個。粿咯，粿都唔知咩粿，即係木傾，特別要擦電頭。木傾特別伊木傾特別伊是擦電頭嘅，แล้ว伊只細粒呢，我同你講，真正細粒呢。即係做嚟煮麥記麵啊，呢嗬。真係嚟煮麥記麵啊，嚟看我頂頭有一卡，我有資料到啲加蘭波塔車時，我是嚟煮麥記麵，然後你倒水到啲仔，你免出去走卡，就倒水啊！嚇，伊成個 rice cooker 呢，可能特別隻快管。對了，安尼款嘅物件嚟煮呢咯。佢落地夾。嚇？落地夾，等我一個。買幫我 focus 到就係看看的。落地夾。哇！但係我冇可能做嘅。即係 panini press 呀。panini press。一路用哦，亂質用講啊，亂質用。很用啊，很用啊，我們試啦。係咪真係有？你講者啦，你最緊嘅，我揾看成個 person 呢？唔知啦，唔知你試人試下啦。你講嘅 process 亂質用。你係咪咪嘅？แล้วโรตีได้แห่โรตีไก่แง่แล้วนี่โรตีสิละเมนูแฮมมีแกแซนด์วิชแง่มีแกสิกันโรตีจิตเตชีส这做 grilled cheese 真好食。这个沙丁糊真好食。对，干嘛你先了咯沙丁糊？这什么？cheese。這是一間 Swiss 啊 ，Swiss。我咪特別嘅，我特別。做水咯，做水嘢。做水什麼？做水。蛋糕呀。不水蛋糕係個再看一個包。一個看包。這邊隻落地係邊看包？我呢個一邊包嚟，呢個係。有好多看個無好 enjoy。你話愛看愛飲，你話愛看就飲啦。愛看。有我看咪看。係啦 enjoy。哇，你 entertainment stereo 啊，เป็นไหน學人領包，เป็นไหน學人領包。走。แล้ว係咪人哋估呢個袋嚟㗎？企唔使企做咩拍出成果？你再講你看嘛？แล้ว你冇學佢正能嘅數啊？我咪一再你看伊咩？冇啦，你會。呢個協小英㗎嘛 ？Thank you。立場。哎呀，死我記得唔到位。แล้วก็มี個ก็มี小喎。water filter 咯 ，water filter 喎。像一種有嘅。按照款只 water filter 或者這款。未有嘛，而家啦，即係私人合成件到就已經做啲走卡位。伊是走到啲迄個最轉嘅位㗎，還是？不，伊是 individual， 伊是一個 job 嚟嘅。係 Brita filter。佢都倒水咩？倒水落去，下面水落會使，แล้ว伊個 filter，所以伊冇可以。搭杯嚇。
你特別。OK， 等，咪講啦，個等下別人講事個，別人講事。了489，你即個走卡幾個啊？咩物件？我人馬來西亞特別用煮白菜食類嘅。啊，我有啊。你知你是馬來西亞人 design 你知？我知，是我人馬來西亞人 invent 嘅。伊唔知有彈伊個 pattern 伊個 royalty 哦。個豆嘅。伊哈？伊有 pattern 啊。伊唔知有彈，你知咱馬來西亞，你看你物件無咩對，伊話我去 copy，你喺度耍誒。了就 coffee press 咩啊 espresso press 啊。咩說等咧？了殺類物件了個咩個？我這唔是馬來西亞啊，我是記看過Jamie Oliver 伊白擺蝦米啊？伊白擺第一個 garlic press，yes garlic crusher。哦，我有老頂嘅。我當今除掉特別除別掉啲馬來西亞。哦呀，或者我對其實比較攞一個。哦 ，OK。我或者你 remind 我，那是我 book 我 trip，是你 remind 我買一個好咯。你是我 producer 嘛？哎呀，馬來西亞人咪咧用下你物件誒，你咖喱嘅，你講，咱馬來西亞拍落去啦，是。冇，伊 press，伊咖喱 press 是即係會爸爸借落去，伊個按伊咖喱。咖喱 press。你借係拍住車喎呀，伊 crack 嚟嘅。冇，伊頭整伊奶糕嚟嘅，你嘢啫。哎呦！而且等陣我俾剁蒜頭就係你先生啦。是我發現啊，當水隻房間家己一人啊，你買隻 rice cooker 上嚟啱咩？你免去跟人公司走卡咪個。rice cooker 做啥咩 ？Actually 我當然是你嘅，即係我 favorite 是你 pressure cooker instant pot。Yeah。你免去就落本，你免有時。去就經歸來房間，你講我用過 instant pot 過啊？我買雞碟。我做白行物件，我個做more than 糯米雞。Actually 我捌吹過做 B， 我捌吹過做 B 過，特別我捌做過糯米雞，人哋一講嘅數。我做過蒸。哦。instant pot。嚇！你是白伊個咧蒸條啊，係只佢裡面pressure cook 啊？嚇對。你浸水焗哦，你是浸水焗還是干那 steam 呢？哎呦，我未記啊！你有你 boil 你 steam 嘛？對，是殺，你是吹。I think 你教我講過，點知我未รู้啊？就是即係六個意思啦。你就會聽到對 recording 嚟講，你教我講，你是 I think 你是用，我未記，你是用殺還是用吹啊？我未記啊。嚇！你白誒，一幫咋？一幫啊！一人講，會話媽講聲。冇有一幫啊！嗬，咱馬來西亞就流行啊！嗬即係機啦，嗬是叫麵包機嘅。哦 ，bread machine 啊 ，bread maker 啊。哦嚇，麵包。哦，做落地嘅。做落地。但特別嗬，伊做落地以外咧嗬，你有會想講都會叫嚟煮物件喎。哦，佢แล้ว有一幫啊是呢嗬就只借喺你anti啊的點 because it is direct selling 嘅物件嚟啦。唔是 Thermomix 呀 ，Thermomix 嗰是一個，แล้ว這是落地機，แล้ว伊會使伊假如講話你會使做落地啦，แล้ว食咧會較healthy啦，係咪安尼款啊？所以有一幫啊是真興咯，我暫時我嗰啲 school 咧會加錢嘛。人哋看到啲只做落地嚟學嗰啲食誒。哦，但 OK，但我個就是未使講something 咩？我講白醬咧 ，normally 係 instant pot 咧，是叫嚟煮嘅，係水煮嘅。如果說打啦，呀，
撒because 咧，如果用 normal pot 嚟撒咧，炸咧，就6點鐘嚟撒。真呀久嘅，真呀。你用 pressure cooker 咧，45 minutes。是哦，真快啊！你攞用 pressure cooker 但是啊，有 try 過爆炸。冇啦。你開那是砰起來啊！你看你開你，你未開嘅 pressurize 你成係 release pressure 先可以開嘛？我朋友跌過，我朋友到我夾出，伊跌過因過伊用古早嚟用手嚟炒菜啊，你日日煮紅豆。人講特登古仔用 gas 嗬，一樣豆就撻一款，一撻大伊嘅迄個叫咩？伊個食伊嘅偏位，所以撻咧嗬，伊 pressure 太強咯嗬，人講嚟呢邊嘅伊是佢哋爆炸，伊是佢哋，伊無開嘅，特別咧伊會撲咧放起來，伊出頂，伊哋所以輸佢講啊掉咯，下面嘅你講咩？我講輸嘅公司，伊輸佢哋 pressure cooker 公司，哦，佢就輸嘅咩？即係佢叫 use 佢冇對 instruction。Because 伊無寫講 you cannot cook red bean。伊無講你 if you're stupid don't use。America，我哋貪女仔，貪女仔。係咯。你哋咩食啊？啲香檳我懷疑㗎。你講咩啊？幫人啲。哦，當天咩像 instant pot 啊、牛啊，伊人家了有食啲嘅。伊未開嘅，伊未開。啊，伊無可能。pressurize 是未開，特別嗬，特別只，伊安尼看，特人講到 pressure cooker 嗬，就是講爆炸嘅啦。是較久嘅事嘛，伊是係你 manual 嚟得嘅。嚇，แล้วรู้ตัวว่า出來不用佢本，รู้ตัว depressurize 啊，รู้ตัวไป夾ตูอันนั้น膠嘢เลย你咪見可以出汗啊嚇，แล้วก็ตัว夾起เลย冷水再經，不，你先去長水，依個係 depressurize 嘅。是哦，我真日見啊，較久細漢嘅時我媽都冇用過，特別一聲呢，一聲。即係嚇，大聲嗰啲嚇。特別當今用我教阿媽講，我話知道即係電嘅成個 instant pot 嘅 pressure cooker 嘛，叫伊用伊唔敢，伊就是驚本。較 safe 啦。係啦，人咪是驚講會爆炸。分別 gas 加無 gas gas 會水會退嘅啫。啊，對啊，我想到啦，對。instant pot 嘅，當見地啊，當見無喺呢本地啊。because 伊 steam 會 escape 嘛，所以 escape 嚟講，伊咪是伊水咪減咯。是咯。你 instant pot 你 totally 冇 release 嘅，伊 pressure 一隻 full on pressure 呢，伊度冚咗，然後度 maintain 咗。誒 ，before 講 instant pot 時，我知佢乜嚟寫有一種隻味啦嚇，伊是我未記叫咩有隻名鄧人字。伊是伊愛你入去愛去即行路，唔是行路，你就煮海罐咧嗬，成日煮梅嘅上面紅豆啊嗬，海罐大罐咧，你下入去愛入面啊 thermal pot，然後你下入去啊，你冚伊掛起來，伊淡薄成個伊款是成個 plastic 嘅 instant pot 對啊。แล้วอีโอ้ยจริงๆแล้วไม่ได้ขำใช่ไหมนี่ก็คิดคิดนี่ฮะก่อนที่จะจูว่ามาเดี๋ยวงั้นเร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用咩ว่ามาจูว่ามาจูต่อไป是จูหมอยเหรอจากที่ว่ามา是見講伊落毛啊伊見講伊滾毛啊เหรอ伊未記啊所以伊度就滾咧เหรอ伊大滾咧度冚咧度下住你愛入面呢度出門係咪對嚟啊嚇確定誒博對騰食啦食啊哦，外賣都冇用，伊煮湯安尼。哈，煮湯咩？生哈，對。你叫你媽的買 induction cooker 嗬 ，induction cooker 當然有啥實體冇了誒。哦 ，induction cooker 哈，是，特別 induction cooker 當今伊會打 detective 本嚟。伊成個玻璃櫃是得嘅，特別我唔識㗎。講起愛啊，我頭先咪錄緊俾一粒呢。嚇 ，multi-purpose 嘅愛。嚇，唔是 pressure cooker，唔是迄個啊 ，instant pot 啊。
冇啦，都別曉用。I think 是用嘅上 purpose because 伊上是就是 multi-purpose 伊個即係 actually 有啲人叫 instant pot 嘅 generic term 是叫 multi-purpose 嘅pot 嚇 cooker 嘛。嚇，啲嘢煮錢啊，地行嘅 cake 啦，係咪貴嘅咧？咪 yogurt 啊。即係咁啊，你叫你話你講係做咩？我買一個咧，伊唔係是幾項嘅物件啦 ，combination 啦。特別我是未曉用嘅 combination，我家己曉用13項。所以你做一個是做like risotto， 我做一個是做 yogurt， 我訂一個是做你煮湯咧，一個梅露嘅湯是糊湯 ，vegetable 嘅湯，加是肉嘅湯。粿條湯。你了一個high heat 成日攞嚟煮麵物件。我跟住曉用下咧呢 ，because 你煮物件三項啊，伊是 perfect 嘅 ，because 伊家己會知講伊做濟水嘅。哦。做雞肉絲咪是有啦，rice cooker。做雞肉絲。會做 cake 嘅，會做 cake。你使做 cake。喂，娃娃，但係你講你做嘅是係咪？你講你係 multi-purpose 是 multi 係咪 purpose？講話一個 purpose。冇啦 multi-purpose 就是講伊會煎，伊會 deep fried 啦，有蝦米啦，然後會夾嚟吹啊，安尼呢，安尼物件啦。你錄用過哦？slow cook。巴魯咖啡呢？哦，巴魯咖啡你拍上面做咩？頭先呢？冇啦 ，because online 把你寄來，是你already買嘅到處嘅。冇啦，我把你個買呢，頭先去買啦，冇，我係 center 你啲小英好我看啦，睇了嘛特別去買。係咪 center box 上面 center box 上面數？冇我 tuition center 拍。哦，你小英好我看咗，佢起來是。誒，啷個人啊，特人啊，寄你嘅。假如誒 gadget， 到底你 kitchen 嘅 gadget 翕相應該幾好啊？我係你 favorite， 經你 favorite， 你對 favorite 嘅嚟，我個另外一項，我個一項是講係我嘅sous vide 誒 sous vide machine， sous vide 嘅話，你用個 sous vide 啊？我煮 steak 是 sous vide 啊，大伯。我 steak 是 sous vide 啊，我 steak 第一好食咧，我 because 我較濟是，頂到我們是食自家食 steak， 所以我有出去個較有 grill 嘅 steak， 特別嗬，我是做搞本好，阿面就唔整搞啦，我慣食啊，你就我當我在做久啊，就講嘢食啊，特別嚇，你若是做 sous vide， 你免想嘅喎。一頭 perfectly cook 嘅嚇，你我一頭夾出去 grill 是做可以食呢，冇伊恢復食款嗰啲嘛，我是做可以食，所以我開真正關，我開我嘅 grill 下差唔多700Fahrenheit 嘅關，我下入去冚起來 about 15-20 seconds 冰過來 15-20 seconds 就食啊，唔是食啊，就水啊，就夾出來。嚇，我試一呢，可以成個要鹽味嘅啫。哇，比較好料嘅啊！你話佢做下面昂少做女咯，sous vide女。我請食嘅。哇，咁樣我點掉成個 poach egg 嘅。係嚇 poach egg 63度 egg 啦。嚇，掉。特別隻股嘅啦，等個卡最歪。แล้ว嚇，嗰邊個你叫啷個 favorite 你係好啊？我 send 到 chat 嚟。我個攞嚟嘅，特別一個是真正 common for Chinese local 人，嘅 Chinese family 用嘅。這是你 favorite 啊？咧係你訂罐水，你 normally 有細個囝嘅人，你特別用咧訂罐水嘅，做雞肉絲嘅，佢是大個 brand 嘅，一倒落去水，倒罐水啊嚇，然後一 keep warm 掉嘅。有，這是你 favorite 啊？就真正這個是第一個，伊種哪得用嘅？係咪 keep warm 嘅嚇？伊 keep warm 嘅，然後咱到
只是马來西亞人用嗰呢 Panasonic 啊，都是不啦 brand 有嘅。我你是講抓豬鵝係啊？抓豬鵝講你成日倒拍罐水落去，係用條線咧，是頂面先咧彈出來嚇。彈一走出來，誒頂到係你咪係咪 Zuru 西咪是有 Zuru 有 Zuru 係咩？啊 Zuru 西。Panasonic 有西吧？Zushiro 係咩啊？Zoji Zojiroshi 對 Zojiroshi 一隻條嘅嚇。第八下呢，你 brand 呢，我用差唔多7-8年都未快。我隻味叫 AirPod 啊，隻味。AirPod 哈對 AirPod 對，我捌聽過對。AirPod 誒，咧AirPod。咧耶，Zojiroshi，即係咱正 America 就係個 B 啊。咱去 hotel 是個 B 咪成咯。哇，被討好啊！我 favorite 我是行路啊，直接 link 你 click 落去，你就會看到是啊，即就是我特特指的用嘅。肯定年代啊！我有嗰一個物件，都啲馬來西亞人用濟啦，台灣人台灣人會食實都用過人用嘅烘搭娃娃。哦。個烘搭木碗物件，我唔捌聽過。你寫啊，你係就 right 嘅嘛？這是你嘅 favorite 啦。你要用一個掛卡咩？要掛卡咩？卡咧是可以戴嚇。烘搭 ，and then it's also good for like you instead of you buy 烘hygiene 古靈罐啊，你先算會烘嘅了，人大人大碗咯。Because 我負責就是I買嗰啲烘嗰啲hygiene嗰啲古靈罐嘛，見下 baby 裡面啊 ，so like 食細嚟啊，喺烘嗰啲 baby 裡面嘅，所以我是說買一個嗰啲烘嘅了唔驚咯。你當今你使用你 instant pot 嚟消毒哦 ，instant pot 消毒就好嘛。誒，你做開波我看你 hospital 嘅人 test 伊講就 effective 啊，用成 disinfect 伊嘅物件，用這個instant pot，都 sanitize 啊 sanitize 嘅，有啊有 sanitize function 嘅嘛？這是最叫好啊，迄個搭杯煮嘅。哇！這裡羅蘭會是 default 啊，我唔知道這是 default。是叫你們，乜都有 default。哦，這 default 這 unknown，OK， 攏做乜笑？唔知係什麼。John 啊，我哋未成就啦，唔 John。哎呀，佢講一個，佢講一個。用掉 default 咩？佢講掉一個。是咯。我以為我講掉一個。講一個啊，我跟你講。啊，我以為我講成一線了。要被困了。冇我咪就係揸車嘅數。你揸車幾點？12點呀？後面咪就係揸車就叫做咪仔啊嘛。我就是我係9點嚟，我嚟部車。แล้วก็ว่าอีกกี่หอว่า last time 是我細漢嘅時候，我就希望講我厝啦吼，愛有一款 stove 喎，你人厝內有喎，就是講頂邊呢吼是會煮嘅咯咧，下底是。唔是阿文啊？哦，阿莫冷嘅 stove 啊！你未感覺就講隻水嘅咩？你是講對面骨頭咧？對面骨頭咧，一啲阿文啊，一隻八文 range 啊哈！我厝咪就你翻嚟啦，吉條人嘅厝咪就你講咧。特別冇啊！我厝嘅 range hood 是 separate from 我 oven 嘅。那Malaysia 就不是atas我一定我 somehow because 伊是舊嘅數，我厝舊啊，舊啊，伊 stove top 係個伊 oven 到啲 wall oven 嘅我厝 oven。atas 啦。冇atas啊，夠係 cheap 嘅啊。你 burner 是 build on table 嘅啦。build on 嚇 top 伊 counter top 嘅。top 嘅 gas 啊。特別唔是 gas。電咧，我想要電咧，咪只電。你係我想要換最近啊，我想要換咧，換即個 induction 嘅即個 top range
即叫咩？特別 induction 啊，無特大你會樣嘅啊，無特大會樣下你講。啊對，對。induction 會先是別樣嘅。induction 我就做 OK，做咩事我想做 induction 就我風險，因為我頂陣時我拍算，我想講我接落來要換我搬入厝呢90幾年後，我會走是迄個電的嘛，電的是 OK， 特別電的你都沒關係，你一大抓大領的嘛。你一隻鼓一隻慢抓，然後一抓掉是一隻慢領嘅咋，所以一隻搞 Scotch 夫，我關係我會曉，我唔是講伊煮唔好，伊插半樣先就好掉，人哋一隻抓數。特別我煮嘅時候一隻抓 ，sometimes 是一隻抓咋。Then 我用我去即 IKEA 買一個伊個細細個 induction 嘅焗搭啊。一白色嘅哟，白色頂面哦，啲白啊，我唔知我，因為要隻膠嘅，變一隻膠嘅，啲隻膠嘅，然後我就起來用咯，因為厝嗬，隻少有佢哋即係用即 induction 焗搭嘅 magnetic 嘅，所以然後我就Bruce 買一 set，買佢哋位，唔係買佢哋 induction 嘅時就買一 set 誒，佢哋就頂啦，就係位，可能我 try 咯，然後我煮嘅時候咩啊？我頭先煮嘅時候，我300咗咋，我未曉，我一頭啊，超會打，你我冇啦沙抓咗咋，我開個真正關咗咋，然後我係 food 嗬，我就覺得你紅磡就噗就燒起咗，所以嗬，出現，所以我定到伊唔知開個幾大啊，伊唔知開個就這大要睇。好到勁嘅嘛，我當劍係差唔多 medium 嘅，我冇起過關過 medium high 了。你講到超會打數，你超會打一步啊，一個唔是講嚼超會打，一用嗰啲 magnetic 嘅 core 會卡開超會打。所以我當要吹下，我要吹卡阿達什波嘅就是伊係較嚼嘅，伊阿達係 induction cooktop 係啊，伊邊呢成個。用5隻 ring 呢，一貴嘅 ring 嘅了都係一隻 element 啊。一隻一 round 嘅了 circle 嘅。然後我看到一個我計見啊，是講無類啊，那時候掉即係表我都袂啊。伊個貴嘅 range hood， 伊個 induction 嘅焗搭係貴咧是貴片是玻璃呢。แล้วอีโบ area โบ designated zone เนี่ย anywhere 都綁落去ไม่จุ้ยอ่ะ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อัตราส่วนบ่เบก็แล้วว่าเบก็อัตราส่วน啦電นี่是開啊嚇唔是 glass top 啊當劍我是開嚇我是開嘅當劍嘅我是 glass top 嘅บ่我唔是 glass top 我只俾出來是把路bằng劍都จะ俾สุกัด來啊แล้ว我就是我要想我的 induction 呢，我買迄個特別隻貴了哦，美金成個是8,000嘅。嚇！哇，咩貴啊？你是買嚟 commercial 嚟喎？伊是特別伊是隻好，唔知是 Wolf 嘅 brand 係咩啊？未記啊。特別commercial 嘅叫咩 induction 嘅 commercial 嘅嗰是 gas。特別佢commercial induction 冇有 walk 一個 walk induction 嘅即一個啥，伊成個係你頂係坑嘅，呢伊成一坑啦，插落去啊嗬，แล้ว你行你 walk 落去啊，邊伊特別是 induction 嘅，你行嘅起來就拎去啊。特別我想買，特別我喺你8,000就冇貴咯，所以我看未必我買啊噶，50,000嘅款，特別。我都冇換掉我走嘛，接落來我就想要換一個gas 嘅走嘅頂到，然後當今我變做較屬甲 induction 頭一條，伊無咧抓咗煮嘅時啊，你無下，特別無 induction 較細電，你細電 induction 較細電嘅我當今嘅即個電嘅開咧。because 就係數我感覺到做嘅數就是講係一撩就係電嘅 escape 伊變做伊 heat energy 就係，所以我做 induction 嘅時候一直跟啊伊愛做呢，咋，所以我唔知，所以冇關係啊，伊紅險做掉我都冇下掉咗，我冇拉沙掉下，你伊紅險上做起啊，是啦，我頭一道煮嘅時，我咖喱超會打。對，咱杜米嚇，你杜米是啊，對，
對，我們是特別一包好，就是你輕落去，上轉時你該夾起來，特別咩咖喱真快哦，你就是夾起來本袂糊，當時。我知影，我當然係 medium 呢，我 medium，特別一 start 時幾，start 時800喎，唔知你開時是800，還是我袂記啊，千字。你會使 preset 誒，你會使 preset，你愛隻開嘅時做啲。我是 portable induction cooker 啦，就每個人有時嚟做打邊爐嘅下面啦。醫生 set timer，and then set temperature set timer，所以我就打入嚟煮湯嘅，because 你辦下邊哦，一個結管咯，半個9點先冚。哦。但係啲feature啦。係咩聲？你聲係咩聲？咦？你聲？我驚啦，我驚呢個哦。仲有我成罩啦嚇。啊 ，OK， 拜拜，感謝，拜拜，good night，good night。然後這是好你，我把你看到你嚟，好你做盤，這是你好你盤做還是做盤零還是單？單一行做誒，一是上海來啊，哦，一是上訂嘅帶噻，一是盤來啊，呀，迄個姑姑啊。伊個我古早誒，迄個盤啊，Korea 就是即個票咯。係 buddy，是 Korea brand 對 ，Korea brand 對，就是即個票。哦，好。我真正超目睭誒啫，我古早誒時啊，到若是講看病未去做工啊，就是看咧迄個 home shopping network 啦，即係看到咧 home shopping network 啦，伊人為啲煮物件成只用安尼看啦，我就真嚴咯，特別買對來。高聲，冇用。因我厝我真正一個啫。我厝嘛就是啊，我顧做台灣嘅 brand 啊，做樣啊，做麵。哦，我有 pasta maker， 我有用啊。哦 ，pasta maker，pasta？ 係你 KitchenAid 誒。哦 ，pasta maker 是你是夾嚟學熱伊啦。熱參加。我唔是加呢，我是甲你 mix 麵粉呢，你掂內麵粉下邊嘅，你冚嘢伊家己 blend 做，甲你捏，安尼壓啲，安尼一米出來。我人誒是 because KitchenAid 是 stand 嘅 mixer 嘛。哦，係啦，伊 attachment 嚟嘅啦。你just 用下你我有本。做下你 mixer，因為 after that 你插落去。插起嚟 mixer。你到頭整位嗬，你頭整你偷嘢飄嘅，你哋。係，然後插落去喺度加咧而家。你唔知把碌架做呢？我聽到我做 ravioli 是乜用佢做。你使加有 fettuccine 咯 ，fettuccine 我成日拌麵咧，係咯 fettuccine 加 spaghetti。哇 ，fresh pasta。fresh pasta， 你做咩麵粉嚟啦？actually，我係 good 啦，我是。你是買呢？你古來買呢？我是超目睭啦，我淨係看，但係我到成人愛煮物件，成愛煮，成我朋友人愛講煮咩 cabbage 啦，我到叫人來我厝喎 ，because 我厝真一個，即了伊kitchen真大，所以人我是袂曉用啦，你人咪來用。哦，爽啊！我就食呢咯。特別個人，你個朋友來煮好好啊。是哦。是啦 ，because 伊人嘅厝啊，伊厝較細，แล้ว伊灶較無夠大，แล้ว我是兩個人呢，แล้ว灶較呢大 ，because 我買一間厝起一間厝嘅時啊，我是真係個 entertain， 真係個人來嘛，特別係 anti-social， แล้ว人來一道呢咪來啊 ，because 伊會知講我紅正，別笑，冇干姑啦，干姑。แล้ว當期我等伊去做工時嚇，我叫我朋友來。但係做緊要奇奇怪啦。呀，你講呀，你 cabbage roll 最講嘅呢 ，cabbage roll。伊人夾啊，特別我啲學啦，特別你叫我家己做，我是袂曉做。你人佢做咩 Christmas cake 啦，你佢做咧 German 嘅物件，咁了啊，嚇，我是點食呢？แล้ว伊人咪來咯，佢就問佢話，Lim do you have this 啊？我有了。แล้ว伊人講我招卡上加你 Julia Charles 招卡呢？有隻 gadget 啊，講較 simple 嘅 gadget 咧，較 simple 嘅 gadget，成日講 rolling pin 啊，還是 cookie press 啊，整有 rolling pin 整菇會，because
型啊。哦，哈，即係佢罐頭嘅，佢罐頭。佢罐頭。我看啦，我佢罐頭不是 battery 嘅。straw 是。你知係咩？straw 啊。我啦，這是 silicone straw 啊。哦。佢用個 band straw 嘛。哈。所以你咪找你自己，嗰時咪有自己嘅 bamboo 嘅 straw 啦。哇！我用 stainless。一個哦。spatula。actually spatula 冇咩 common，到啲 Malaysia 冇咩用嘅嗬。嚇，對。我係抹嗬，我俾自己學我係抹，一燒就估冇用最近嘛，你個嘢出嚟用加高計啊時，而家哇咁冇用。Yes move。冇啦，我愛你講晒，愛夾袂掉啊，用下你夾。愛扣面，誒，個住人有迄個blender blender 你只出咩票叫做咩啊 ？Vitamix， 俾間你整我唔用。誒，等陣香哥話你嚟香哥。Hello。Hi， 香哥。隻姑婆嚟啊！香哥，OK，等下，你是叫 Vitamix 哦？我未記啊，講一隻快啊。I think it's Thermomix。我就嘅，唔是 Thermomix，唔是 Vitamix，個另外一個更加貴啊！看，我未記叫咩名了。我去吹看。Vitamix 對，我係 Vitamix，伊是。伊會加。伊會煮誒。對，加 iPhone 嘅對。加 iPhone 嘅對。我講聽啦，我就食過300嘅。我係鳥啦，伊就上網一粒 Vitamix Christmas 時啊，即係年整啊，唔得3年整嘅就。然後伊就我就夾對嚟啊 ，from holiday 嘅去出去啊，是學玩嘅時候對嚟係掉。然後我特別看到我想，伊即成啊咧，呢個伊另外一個叫做咩 Ninja 咪 Fruit Ninja 係咪 Chop Ninja Blender 嚇？แล้ว我都想講是你 Ninja 係你啊，所以我都冇咩啦，實講哎呀，即笨嘢你，警察嗰度，你我冇去插咯，我係有一年半咯啫，然後直接看你 YouTube 咪先看到，誒600幾個啊，600幾啊。依家有真正，依家I think 我係本來貴，我係頂查400塊呢，10幾呢。你我都看到樣一個 Costco 嘅 demo 特啲嘅嘢做 ice cream 嘅就，依係咧香蕉啊、strawberry 啊、frozen 嘅冇係最一手呢嘅加係要啊。係咧，我知道一個貴做 peanut butter。對。我買是 Christmas 是 on sale 嘛，買是我是買 blanket 啦。唔知680塊上面，我買是580塊嚟啦。你到 Costco 咩啊？但係咩你講咩？阿威聽冇掉，阿威 blanket，because blanket 500個，yeah，我買because 伊人講做 juice 好嘛，然後我買咯 ，because 我古早時我看病，我唔知講是我着 cancer 嘛，人甲我講下面好，我咪買下面咯。但係買了我個隻係 carrot 上面，哎呀，我是買真正歹食就對啦，我未食。我食，我未食，但係人個隻好鮮肉咧，個下面 spinach 啦 ，broccoli 個做嘅夾個啲嚟 office 頭我食咯。哇，真正可未食，我講我未食。然後買了個未記，個分段嘅去還，然後貴咧錢啊未還啦。人我係出正借嘅，即係有影是真正借嘅，我了正借類嘅。我是個用嘅咯，我特別是做 smoothie。Vitamix，I think Starbucks 用 Vitamix 係咪啊？對。Starbucks 係 fresh。哎呦，我點發生咗光咯，啊冇你先嚟我厝大煮啊！我有想到愛夾物件滷誒，阿妹是冇點聲。真正我真正借嘅，即係掉啦，上加你 pressure cooker 我死你。哎呦！去New Zealand 我買一個 pressure cooker。
sampai le kan koi kui we pressure cooker 一想讲我系 because 一做惊未做未贵嘛，做未贵哈。哇，แล้วว่าเบ้เลย perfume เองเจ้าก็ทำยังไงมา happy pressure cooker 嚟ดูเนาะ哎呦死，一个昏，昏ใจ哦，哦喂，เจ้าก็ perfume อ่ะค่ะแล้วสิกูก็เสียอีกูกาไว้เลยล็อกอ่ะค่ะ TSA ว่ามันสิ TSA ล็อกกว่ากาคือได้ตัวค่ะอีคุยไว้แบกแล้วนี่แล้วว่าเลยหุ่นอ่ะโว้ยก็ว่าคุยเลย suitcase อะไรเป็นตัดทางแปะกันแล้วแต่ไม่ถึงจะพังอ่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ต้องไปทำ我正正想到你在没有，应该你讲你开那10年冇食你上百多一陣。啊，對，我就會做你特別我冇點食，冇意思。你拍攝啊，冇你使嚟我住。當今晚我條 band 咧，我未使俾你嘅，我阿媽好。等陣，ลอง講我 battery ไม่แล้วลองกี่講我幾久啊？喺你 cabinet 啊，而家你近哎呀，你就嚟12尺嘅啊，電啊啦，然後你 drawer 啊，壁你啊，搬電啊啦，落地嘅搬有啦，你燈 pot 搬有啊，搬是冇用嘅，然後你multi cooker 夠3厘啦。人呀，真未用得掉啦，我真係差唔掉啦。所以你冇做 garage sale， 到底要唔要頭整？我唔知，我真唔會，我感覺成日去，我冇看人 garage sale 啦，我本時冇做，我唔捌做過 garage sale。我感覺你做 garage sale，成日人看到你會數啊，你看。你唔驚啦，擺掉啊！我是驚去學人啊咯，所以呀，然後這朋友啊，成伊人會驚來去大學啦，還是啥物啊？就問我 ，Do you have this? Do you have that? 我有啊，我是用迄個，我特節用嘅是microwave 啦，攞嚟 microwave 啦，樓頂一個，樓下一個，แล้ว迄個 toaster oven 啊 ，toaster oven 我本是3個。哇，安尼這？你是 induction 嘅 ，because 我俾咧我冇suka啊。แล้ว我agak我 suka 一個好嘛，佢俾一個，แล้ว我安我真怪顧了，有陣時我 suka， 有陣時伊 suka， แล้ว伊愛伊家己。哦，安尼。我咪做 spatula， 真正 ，because 伊愛 spatula， 甲我愛 spatula 無相，伊 suka 嚟放啲，特別去嚟 Dollarama 買。我笑。我 suka 嚟貴，我用嗰個伊嘅，แล้ว迄個。nghe em kia tu bacon anh nghe em ha我是俾我家己嘅伊本是 suka 嚟放機會哈然後俾嚟放機會可以家己用然後我用我家己貴嘅真好笑哦我有一個阿丁食少人用啦做 jerky 嘅dehydrator 啊dehydrator 對你捌做 vegetable chips 咯哈做嘅fruit salad 我冇做 vegetable 我唔是咁食 kill， 係炒嘅 kill。哦 kill chips。呀，家姐做 fruits 咯，成個 strawberry 啊、pear 啊，做 mango， 做幾針嘅啦。行啊，帶阿友行啊。這間溫咋？啊，這間啊，我開幾支啫冇，一開24 hour 行嚟打。At least 8點鐘，係long嘅嚇。我鳥嘛是有做，因為有發咩嘛，我鳥啊，所以有做有安尼物件了誒，dehydrator，比如是有發咩？我做監工嘅時候，啊，咁啦 ，hydrator 我做啦，但我 friend 伊有入來做八卦咯 ，hydrate 啦嗬，八卦，伊呀，佢哋 parchment paper 擦，然後把啲講。vacuum 嘅嗬，我哋叫咩啊？叫咩 vacuum sealer， vacuum sealer， vacuum 嘅咧係 freezer， 我冇 vacuum sealer。嚇，我冇 vacuum sealer。一路做 canning 嘅哦。canning 不早做正咯，結果不早是我這邊就借你個 pig farm 嘅嘛 ，pig 嘅 strawberry 啊、blueberry 啊、cyberberry，所以 pig 一包出嚟，你可能唔知是何雜。10塊呢，你pick 一千隻外嚟 basket 對咧，食未了嘛，所以做 canning 咯。哦，為了我是佢做 canning 嘅。我vacuum sealer。誒，嗰隻物件嘅我嘅真係是係咪？tongs
哎呦，夾，我覺得咧，等陣面冇得飛咗去，大家好，我是叫夾，大家好，我是叫夾，啊你 snack clip 我是叫夾，啊是啊，即係嘢你 steamer 呀，成個都會啊，嘢你 steamer，下你我是叫夾，如果搭沙般是夾，生嘅，你湯阿妹上論盡了，我suka你 Asian 嘅設計甲用。哦，啊，即係設計上咗，我設計上嗰啲就Korean barbecue 上啊。嚇，你阿妹佢大機佢。特別煮只係好用嘛，燒物件係好用。誒，特別你講你等人是安怎啊？Asian 是安怎誒？等新設計嘅。新設計新設計，伊是唔是成日等熱生嘅？熱生伊就有起嘅嚇。哈，有起嘅。伊我哋見你夾多嘅，我哋見你夾多嘅。你伊用啲鐵板嘅啊，你伊後尾有隻 plastic handle 有隻 plastic wrap 掉嘅，你看成啊。我哋見你係你計冇好用嘅。我是講你做下多啲，像等嘅。像人做10年是啊，人Malaysia 嚟10年。我了。哦，等嘅度，做只度。茶米粉真好用，我是用嚟攞機嗰茶米粉，真正好用。哦。係你我是飼人只都隔壁都頂對面嘅人飼只係你。誒，嗱，我去看你拎啊，我先都。我看你拎個。我是我俾佢哋做，成日都講佢哋10萬塊年咯。是Jepuna，伊是 stainless steel 嘅。Jepuna 它伊是煎tempura 嘅。哦。個slightly 不同。你是對。伊是杜來，特別伊是專門for煎 tempura 嘅，一個 tempura。我看見。Other people tongue tweezers。你做咩？你做哦。未，伊頭頂咧是 plastic 嘅，然後伊夾一半，差唔多嚟3處4處是 plastic 嘅，然後裏面是鐵嘅尖嘅，誒，即個尖比較會對到人嘅。我看係其實嘅。夾。啊，這個有啊，我唔識呢，可能就係呢夾啊，我係呢 steamer 嚇，我冇試過呢湯沙，這種嘅，呢硬 handle 我冇試過。硬 handle 是唔是大像四角嘅樣？冇嗱，伊是成個鐵壓出來嘅可能，伊湯，哦，好叻啊！我感覺係你只坎坷嘅，佢都是講伊無 ergonomic 嘅，你特別開，你手就自己嚟勁開嘅數。特別嚇，即係另外一個湯，即係種嘅湯嘅時候，伊頂面啊，應該就你家裡就解配。你特別無凊彩嘅湯是上嘅，你知道？我係是解票是惡蘇嘅湯，就好。個半魚。我無蝦米敢食煎嘅物件，我suka食蝦餅啊，特別我無蝦米敢煎 ，because 我將論盡啊，特當咱撲一個油安尼噴，我真驚。哦，你驚油劈咯？你咪是清湯出位哦。嚇，actually 蝦餅未噴嘅 ，because 伊大。誒，住起手。哦。哈，你講咩嚇 ？Juice blender。Juice blender。係咪？我到 Shopee 看了，伊啥物 portable electric blender mini USB rechargeable juicer。咩 USB？ 很啊！咱無讀了個啦 ，juicer juice smoothie maker fruit extractor bottle 喎。誒，是 glass 嘅。我話你用到你 Vitamix 誒 blender，我話再講下，我正到用嘅啊。我頂到用 kitchen 誒哈，我食伊個之類啊，我食伊個是講咩啊？伊個 smoothie 啊，你話我看咩事？我咧讀下哦。食個
夾安尼夾一肚，就一菜夾。Japanese 這是煎嘅，哈哈哈哈哈。了，我把你個用啊，當今我把你再講，伊個 texture 啊，就 good 你知哦。你知你加你smoothie，那是你用生嘅加係，因為是你唔是生，你用啥冷了嘅果子啊，哈，你定了冷了嘅係成個紅奶啊，還是酸呀豬啊，還是這個strawberry 啊，你嘅去加咧是伊有什麼？你搓淡薄伊有生嘅 texture 又搓咧。แล้วว่าอย่าง Vitamix 加出來啊，伊是good 呀，哈。Because 你在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甲我講啊，你有係 Vitamix 啊，你愛加潤巴都咩係水。哦。你加 lemongrass 係咪㗎？我愛換 blender，阿 John 比賽用佢哋加 juicing 嘅 blender，換 blender。嚇，對唔對？哦。誒，這是最困難冇乜辦啊。我聽人講，唔使住住。哦，唔是你啊，是這是乜搞？好屌。哇，好屌蛋咧，好屌。我在the difference between Vitamix 嘅是 Blendtex 哦 ，compare 加 Ninja 哦，伊加真正緊。Because 我古早是有 Ninja 嘅嘛 ，Ninja 係伊寫下邊是上加係。Vitamix 啊，加是 compatible 啦。我用快久啊 ，because 我豆加做 almond milk 啊嘛。我做 almond milk 所一豆加咧，嗬，我豆愛加用Ninja愛用15 minutes，真正久誒。Vitamix 我用 Blendtex 唔見啊啦，我用 Blendtex 呢咧，伊是個只隻省只時間，15 seconds，真正緊。Ninja 真亂。Blendtex 冇亂呢 ？Blendtex 係咪我看 Blendtex 同 Vitamix 嘅兼愛上嘅。呀，差不多。上 category 啦，上 category 唔同公司啦。你會做 peanut butter，我再講做咩事？我是愛買 Vitamix。แล้ว我先啲時候咧，我話即係會做 peanut butter，我 associate 講你講 Blendtex 會做 peanut butter，特別我自己都冇想到，我係按緊嚟食咧。你辦機哦？我係冇做 peanut butter，特別我買咯。唔見辦機啦 ，Blendtex，而家真係貴嘅，500塊誒。我買是食飯。我把路買到 ，I think like 3、4年時候，我是迄個叫咩啊？Amazon Prime 店上買哦，哇，170幾啊，哇，執到啊！誒了，誒，你買迄個啊？你買迄個Vitamix 有即一隻幾年 warranty， 就7年是6年是？I think 這是5年啊，是5年，我老實 Blendtex 是5年。你說廣告你真想？佢一個唔驚有個人有啊，是好啲啦 ，slow juicer。slow juicer，哈macerator，伊成個 macerator，但伊是伊 August 徛嘅，vertical instead of horizontal。你有啊？有 slow juicer 有。哎呦，你用哦，啊，是你上個？用，你用一刀呢？冇，我做我almond milk時，我貴我笨蛋 ，because almond milk 如果用 slow juicer 訂咧，伊唔夠 creamy。伊安怎要得用 blender 過了吼，然後你愛伊得用你手個半邊吼，無時我用 slow juicer，所以我咪用安尼訂嚟鹽。哦，伊打起來，伊家己出來，伊炸打起來嚇。炸伊吧，伊不有淡薄炸吧，少真濟啊。誒，我問你啊，你食你 almond milk 嚇，你有暑假食咪 try 過 ham milk 哦？我冇只加 only ham milk 呢，我是參我如果我做 juicer 嘛，我做 smoothie 唔是 juicer。所以你參 ham 就叫你 smoothie 啦。我只暑假啉 ham milk 咋？我夾我係 ham 加水啦，了而且我係淡薄生啦冇，因為我要食零數。了我係 cocoa powder 即個 Trader Joe's 嘅 cocoa powder。
我下落去啊，好，做啥 chocolate milk 呢？介好食呢，我介suka 食 ham milk 呢喎。我唔是講哇喂喂啊，你係咪伊隻 healthy 本來隻蔗你整啊隻好物件我唔知嚇。omega 我發唔係㗎，有時特別我是個伊味喎，我是個食嚇，我是個食胖。伊淡薄上加咩啊？伊淡薄上加。lu suka 食成個 Brazil nut 哦，係你 fatty nut 成個啊，你夏威夷叫咩？夏威夷有個啊 macadamia nut 啊，伊成個 macadamia nut 嚟。啊，未見過。哎呦，咁啊 macadamia，伊成個 macadamia，and 看你fattiness 我是個。macadamia 嗬，阿種啊，其實講你愛做叫無只條 bakery 食你嘢鋪嗬，你使樣嚟做啲嗰啲做rendang 哦，嘢 macadamia 啊，做樣先是 replace 你 candle nut，candle nut 誒，做 expensive 啦。最個 kitchen 冇嚇，air fryer oven 啊，對 air fryer 做 air fryer。你 air fryer？ 我不有，我未試過。我未買過。好用喎，好用喎。好用，我感覺是真好用。你係你 French fries 啊，有影正上家啲 restaurant 嘅 French fries 啊，你看。免油免乜嘢嘅了。冇炒油味啦。你我啲 Costco 我買你 French fries 啊，我 just 係大餅呀，唔是講係啦 ，actually 是我硬啦。你係落去啊，唔知是10 minutes 還是12 minutes 呢？一度好啦 ，and 一出來是我拍水講對去 Malaysia 水嘅房間啊，แล้ว我 convert 我房間 into 淡薄嘅酒卡，แล้ว成日日本那種啦，แล้ว我有我嘅我免去間公司嘛，แล้ว我用我 air fryer 啦 ，mix juicer 小皮啊 ，yeah， so 我 consume 是淡嘢嘛，我 mean。我用嘅我冇用到一樣嘅酒卡，免去是洗啦，出嚟一啲小皮啦，你know？我上回食這物件，然後 after divorce 我本講，哎呀，我記實我嘛，所以講在經，話如在經，我想講，哎呀，我水我記房經，然後記在經，你know？所以我會有個記，唔知啦，我記嘅什麼我先唔知了。你幾多人啊？我搬厝嘅時候，我再搬厝，我一道嘅時候，我都買 Bay Range 咯。because 我用嗰個 toaster oven 啊，我用我 microwave，加我 multi cooker，我還沒半時嘅。because 我 multi cooker 做正濟物件。啊 ，multi cooker 我有影我特日本差不多特日本用我煮湯啦，滾湯。還沒試幾個咧，我本時用 multi cooker，你還沒你 chicken biryani 本時 multi cooker 啦，你還沒 mango chutney 還沒試幾個咧本時啦。你冇想講我會整女嘅可能啊？哎呀，真係講啊！你整女嗰條係你搖嘅咧，嗰條寫個嚟時我食你女本拎起啊！我是半段，我當劍愛食就是當劍食呢。你知我煮下未有見住？啊，煮咩 ？Roti babi。喲，我愛看。只影啊，你做好啊，係我早幾禮拜做好啦，你細係 freezer。你先做啲料啦。做好啲料啊，你幾時愛食？你講我教我隻。嚇，阿姐做。我半段，我 actually 只影啊，我半你。最好嘅是你買係 crab meat 啦，但我半段我買係 crab cake 啊，嗰個好食又味啊嘛 crab cake，然後你 mix with 你 roti babi 有 crab 嘅咩？roti babi 有。啊，但是有 crab。其實嚇正正 roti babi 是有真白嘅。所以伊 crab meat 有味啊嘅嘛。你看日去炒咗咯，都就係 onion 咯，炒拍你按咗講表講，是唔是？炒得嘢แล้ว係白落去咯，白醋，白醋咯，係白醋咯，淡薄豆油咯，我係淡薄係你，你係你阿莫豆油，阿莫豆油，試咯，
他们是阿毛豆油。阿毛豆油。Worcestershire. My parents say Worcester. Yeah, Worcester. And then what had 淡薄係 cornstarch 啊，แล้ว個黏啦，係個黏咯嚇。所以但是你見咩係你是成個係 frozen 嘅 crab cake 嘅 patty 啊？對，嚇，係你個個好味，而家是有味嘅嘛。然後我 defrost 咗嗬，摻你做開生 crab meat 嚇，做開生啊摻。係咪你摻 crab meat 你個嘅係點吧？哦，摻到啲係你把我冇用 crab meat，我冇用 crab meat。我半段嘛，嚇，我用 crab cake。แล้วเรา平常時就是講你只做用煎白做，你特別係 breadcrumb 呢？可能咯，嗬，唔使咯，我冇 try 佢咯，我半段啦，我你 try 咯，啲係可以黏啲係。其實特別人食得落 breadcrumb。我會食 cheap 嘅啊，成個我用toast maker 攞啲夾有 cheese 嘅 sausage。我會使食 roti babi 啊嘛，會使嚇，特別 roti babi 就煎。你特別有炸白布隆啊，你連 Paris sauce， 有鹽有個隻。我一個 appliances 咧 ，I'm pretty sure 十嚟人嗰個世界 dishwasher。我冇用嘅，特別我 Asian， 要就 try Asian 嘅style。我本冇用 Asian 嘅 dishwasher 時間嚟係輕啲清料嘅。可以打呢？係咯。我係 dishwasher 啊，用啊，我搞10刀。喲，我一禮拜用只1刀嘅4個刀啊。1刀都唔得用佢。我1刀都唔捌用佢。你個 Asian 啊？你個 Asian 嚇？要知哦，我諗到啊 ，dishwasher 啊，是嗰時係你 Star Energy preferred 嘅啊。嚇。是 actually 個洗水，用手洗。你阿妹是我個嚟用。哦。我是用 dishwasher because 我感覺較硬嘛，你 just 係落去了啊。我感覺有一直有我嘛是愛換你 dishwasher， 但係個買嗰隻我硬係做你 dishwasher， แล้ว個杯你 utensil， แล้ว個杯換嚟 set because 我用攞嚟冷嘅嘛。嚇，試買用，我係講但是你買用，你特別想嚟去 sale， 去 sale， 特別我係啲 dishwasher 嚟你用 dishwasher 別講個垃圾咩？別啦，乜垃圾啦。你食 cheese 啊，我有食 cheese 啊，黏料啊，別烤嘅啊，你咪是俾白面。係你嗰隻係烤別個係對，但係係烤嘅別個啊 ，yes。是啊，你食你你使 sanitize， 要住嚟 setting 好 sanitize。係添。係是打啲啦。我咩冇咩，你先生阿爸是嗰啲 standard sanitize。有當時有 certain things。cut 掉，有你物件先 cut 掉，但你咪是清清黏料嘅啊，你咪是煎嘅啊，你咪是洗淨咯。冇煎嘅，我 rinse 我 rinse 我叫 brush 嚟烤。嚇，有你物件呀，特別我是一部，我是屬個 pre rinse，แล้ว我個下入去，我成個用了食了一碗嘅物件，我就夾水長長隻，แล้ว我個下入我 dishwasher 位，特別我是個長水嘅，用入波接二長水喎。啊，ไม่提講，你頭嘅長嘅經嘅事，嘅同你 dishes 去寫啊？後咖喱寫嘛，有成。anh này搞聲，anh現時咯啊！你朋友會煮啊，你係四婆嘛？呀，嘅你哦，呀，有係四婆，有會煮你細嘢長針品啊？呀，長咧長針品煮你細嘅嚟搶你冇係？你講 from head to the top 嘛 ？I mean，你買嚟位廚啦 ，I mean，你未我買去。有陣時冇看到人，你跑去拗買咯，我時我唔知係你是長心，四下吹攰啊！但係我又係跑住背買咯，練個料嘅時候，一條咧一啲摸。我一條零頭嘅摸一條，我知啊條可能嘅。係零頭摸是冇可能，叫我一條嚟嘛。所以哈利波特又是冇啦嘛。
你講哎呦喂冇起啊，零頭冇起啊，都好你冇見面咯 good。係啊咯，username 冇啊咯，我佢換名了。零頭冇冇啊，就叫。But anyway，這是上帝生嘛，話如果我咪讓佢無水啦，咪個了嘛，你也湯嘅水，你也長長菇，了你洗了嘛，你洗了洗盤，你洗盤好了，你話你水佢就也長，你照啦，你洗嘛。哎呀，OK 啦，咪講啦，我講個牌啊。我啲笑，我拍時間有一頭啊！要幾時即係我哋沃達，你叫咩名啊？沃達康。你啦，冇啡，小學有 blank。我講我未 process 啊，沃達啡，哈。冇啡，係咪叫被 process 啊？一時前期撇誒，所以你講咧要被打鼾。你知我真歡喜一幫啊！即個係咩啊？我 before 即個 MCO 咩啊？我直接落嚟用 disinfectant 嘅。我知道，我一個消毒嘅啊！啊！你讀見我計 happy 咧，成日我 life 變 normal 咧，排卵變 normal 掉本啊！我講聽我特擺去飛機嘅時候，定即係 right before shut down 嘅時候，我2個月飛我就去 Florida 去 Miami 啊，所以我就 keep 喺度 start 我聽到啊嘛，是然後2個月時候聽到，其實上我就其實我都有叫我自己 sanitizer， 起來我自己切，我會當掉物件講，咪切咯。我冇請馬莎，我叫人活我數，所以我切了，了時候當劍變做成 sanitizer， 只是嘅有誒，我明嘅係啊，我 office 時間了有那攤用。是咯，咱人變做計平常人嘅啫。你我講條冇病，一個冇病出嚟是一個好話，一罐一 sanitizer spray 就胖嘅，所以我去上班嘅時候，我特別 spray 蝕一下啦，切嘅佢用嘅。actually 我本想我坐飛機，我就被切㗎啦，我可以再坐落去。我亂講啊！我係計嗰啲，我講。我梗係照嘅。當今飛機伊人個了成日帶些隻伊個 cushion 係咪貴啦？哎呀，本是啊，被 trust，本是家己本就 trust。係你 disposable 飛機嘅 seat 嘅 cover 了。Yes。我邊隻係 regular 嘅，特別伊人有spray 過嘢啦。火龍茶包使用咪用，火龍茶包使用咪用嗰啲 urine tube 嘅。徛了放個影嘛。哦，對，就講嘅啊，伊人去 camping。然後講個炒黃布啊，炒落幾擺啊，佢又放出來。你別炒落去，打落去嚟啊啦。係啦。OK 啦。呢個係你成個就做瓏啊。係你吸嚟啊。係啦。伊人講去 Thailand 咧，你特別驚去，because 你啲 taxi 有時甚至你別出來啊。就搭車。你特別用下你物件，我說唔敢去。係啊，今仔 urinal 都會啊啦，我驚 urinal 都實隻吸，你看你都出都會啊啦，就冇問題。按照咱講啊，佢哋走開，佢確係講緊去幫助。我講嘛 ，sorry。OK，等我前面有冇講過 toaster？ 講嘢時就講字啊，叫講字就。toaster。呀 ，toaster。啷有 toaster 還是 toaster oven？ toaster oven。誒，特別亂啦，係咪是 toaster oven？ 食你啦，食個 oven 嚟開起來。mini oven 啊。開起來。誒，特別有啲人叫 oven toaster，有人叫 toaster oven，啷叫咩？是咩？我叫做 air fryer。toaster air fryer 你頭難冇上面嘅 toaster oven 還是 oven toaster 啷講 ？toaster oven 啊。toaster oven 就等於係你物件是 oven 嚟咯，但是你是叫做 oven toaster 咧，係你物件是 toaster 嚟。亂講。你 toaster 成個 oven 嘅呢 toaster 還是一成個oven 嘅呢？係 toaster 成個 toaster 嘅 oven 咋？不行。對，要拍時間了。所以還是一看那像 mini oven，特別你叫來 toast 物件叫做咩
係你叫 toaster oven 咯。啊，佢掉啦，掉 ，OK，你看下成 oven 嚟看嘛 ，air fryer 你炒啦 ，air fryer 你炒啦。有yogurt maker, coffee grinder， juice maker processor。你啷泡個邊再泡誒？每隻。我用頭薑，用頭薑。我用 French press， 我用 AeroPress， 我用 U-Channel， 我用V60。我唔知講咩，我唔知你講咩，同埋你 since after 你講 French press， 我都唔知你講咩啊。espresso machine 誒。咁了上嘅冇上泡法呢？我想講泡咖啡是用 water boiler， 好了用頭薑加3粒湯，頭薑嘅咖啡碗頭薑嘅，了淡薄嘅牛奶。I mean 倒啲咖啡啊，佢係淡薄嘅牛奶。我較濟是啉咖啡烏啦，我較濟啉咖啡烏。有時我喺馬來西亞飲咖啡烏嘅。唔是，啊是我裡面唔是咱當人嘅迄個咩啊？我去 UK 啊，我去 UK 啊。我馬上講是燒嘅話，你買牛奶咩？你講我傳統嘅對啦，個傳統嘅按摩是樣係，特別樣係牛奶只少嘅只煲嘅樣個邊，樣個邊樣嘅第一隻煲呢喺煲裡面。哦，我樣清清嘅嚇，依個邊。啊，真正清嘅，真正清嘅，特別是樣嘅第啊，一邊樣掛樣嘅 drama 嘅。我喺 Malaysia 係叫 diabetes 啊，都係因為咖啡嘅事啊。咖啡咁差咖啡粉咧已經諗要係糖咧就。margarine 啊糖。啊。哦，我都唔知喎。margarine 呢？係時間壓得嘅。哇！誒特別我用 French press 嚟泡茶。嚇！嚇！用 French press 泡茶啊？哦。我用 French press。我good idea， 我第一人做鋪啊，一第曉未鋪，我個泡面，我個是泡 green tea 個，伊只粉粉就袂，所以嚇我人當人第伊會鋪較粗嘅嘛，所以伊較硬，特別我有當人第我用 French press， 特別我過來泡茶咯，我泡 green tea， bubble tea， 咩 bubble tea？你bubble tea 後，你再泡茶時，入面倒淡薄你洗半唉水，你其實變 bubble tea 啦是，你做 bubble。你珍珠不要做咧，放曬落去啊！我別講曬。冇咧，我是特別家做嘅咧，應該係鵝藤嘅啊。鵝藤嗰特別，嗰唔是你切辣豆啊？切我刀，依家夠嘅有。bubble tea 好靚，我唔係只叫鵝藤嘅 bubble tea。有啊，我哋加啲我哋。我同你講，兩個聽吉利嘅告訴我 bubble tea 嘅。我鬧我都就話鬧啦，等陣咧，我唔係裡面係是，我是講到大個呢，還是到老了你就裝起袋咧。我唔講，然後掉你見你 call 你 boy 嗰個，你 DKL 唔是嗰啲啊 ，BJ Starling 啊，哎呦，我講下，就是我去啉啲鵝藤嘅波巴即係啦，伊茶咯，伊係 fresh milk，然後 before 做 fresh milk 裏面是時啊，伊鵝藤啊是特別 hit 啊，鬆嘅嘛，所以佢就結一咳了，伊係伊拗咧，伊有。轉你拗，所以伊黏你拗嘅了嘛，黏啊一個係伊牛奶落去，แล้วก็係淡薄生哦咯，แล้ว嘛佢黏死伊 plastic 嘅掛咯，一部部黏咧喲，伊甲你講嚟，你咪是到冰到頭冰15刀，咁就菜枝數講多記落去，咪叫你去食咯，哇食啊，แล้ว伊鵝藤結你咪是爽嘅，我想到咩想到只豆主嘅是只豆花係鵝藤，แล้วafter 咧借了面頂一半時來了，嗰啲好食啊！還是咱特別對佢聽下個 episode， 哇，真正厲害！冇啦，I think 這是冇錄到，這是 after 嘅嘛。伊是到底咱現場錄音時講嘅，係唔是？就先我嘅事，係咩事？你幫抽皮啦，等陣啊，四百九你講咩？
我是講表情。哦，表情嘅是，安怎你可以記啊？哇，piercing 嘅變咗兩個褲咯。這是 after 百佳先都嚟講嚟話嘅。我係記邊啲學嘅，我記 episode 是講冇啊，咪幫曬到車位啊。我你食菇咧，幫曬層笨魚踢車啦，未鬼叫啊，咪一大堆嘅嘛。有幫曬到80位啊。我諗嗰個細嘅人都知啊，乜細啊。笨魚多臭鮑魚先咪，幫曬到臭鮑魚。我是閃出來啦，我記開車是你會。係開車啊，你講嘅車你。嘅就係嗰我每個條 lock 掉喂你 frozen 啊，我每個未開，我幾個未開，我每嗰條鏡佢叫 passenger 係曬，你一個嚟擺過去，你嗰條吹，我即係卡住皮嗰條開起嚟，你條擺過去嘅入邊嘅數，我已經拿晒骨骨了，就是碎啊，碎小啊，係氣啊，是氣啊，你骨骨就是氣啊，我成個我幫配呢，乜咧就係出嚟個計了。誒，講個幫配啊，路邊都等你幫配啊，你配住啊，一邊注意嘅咋，你注意行下，一掉啲你 crack 嘅，要 steam， 即係 steam 乜嚟啊？誒，你看個人幫配時，伊卡出煙出來哈。Oh no！你名啊，你只伊名是名，伊個叫 wet fart。wet fart。我講嘅 ，because 要知道，because 一做你看你講嘛，啲 hospital 咧有談資嘛，就講because 一個仔人喺過一個人啊，伊是 disable 嘅。แล้วอีโจกังสิแล้วอีโจกัง咧อีเจ wheelchair แล้วด้วยไหน咧 to emergency 咧就叫ไว้อังคี help อีละแล้วว่าหมวยทำมีสื่อก็ว่าเขา講 Dean 就被ด้วยไหน because Dean wet fart อีมาแล้วอี explain 下我聽อี講 you have never heard of it 我講 no wet fart 是 shot 呀不，成日頭先你講我睇到你上講你哋幫配特別以前有水咁出嚟，我叫水啊，我叫 shot 啊 ，shot 是成個 shit and fart 就係叫 shot。你諗正心跛，了，我哋正心跛嗰陣時都幫配。Oh no！ 係咪驚我冇聽到？哎呦 ，scarred for life 佢哋就我。我點面正心跛啦幫配？What do you mean？ 你正心跛啊！你關嗰時你俾幫配嘛？你幫配咯。特別幫曬出嚟。喲！阿生，如果喺明白正心跛，對邊個件事入？正心跛是Bada bing bada boom。正心跛就是上課打波是正骨腿，打波是伊正骨，然後到啲房間為做好事正心跛。咚！這邊對。講你正心跛咯，我就講有嘢是正心跛。伊哋會照上落流晒。老實講是係你阿大媽係你阿個別叔叔嘅心跛上落啊數啊。你正心跛，誒，攞嚟記，講嚟記你記喺你 episode 定到時特別有講嘅，講一做六罐嘅啊，你係是一隻股會崩晒咧，係啊，你 patient。哦，你是唔是日本老醫咩？唔是日本老醫，一盤嘅一邊嘅啦。你是一個日本老醫做隻啦，伊是特別有啦，伊做 Chicago 做六罐嘅嘛，你伊人伊講是別得你未崩隻股咧，是一條壓落去。佢用手去解做咧，是好像出來嘅啦嘛，你是做到嘢時候接邊出。啊！一無清馬，一無清半行，一啲仲一啲吹。一個環照，個環照個有，你環照會。個落落係。佢會記落只三百環照紙嘅時會記啊。係咩？你人只衰啊，你人。就是即係你摸零頭摸一條啦，就是係零頭摸一條。清馬是咩？但係我清馬是嘛？我是 curious 啊，你諗不正心跛幫配冇咪啊？你不用咩 gadget 咧？不用咩 gadget？ 用你家裡啊，用你家裡嘟啊，用 spatula。哎呀，唔係講，我咪講 kitchen gadget。kitchen gadget，OK。
kitchen gadget 打下你，let's say 講一個 kitchen 啊，那是你冇你都被 function 嘅咪啊？哪一個？電部電。哦，注意，你注意，哦呀。這是想要掉個掉隻房間，然後買個人公司啊，買去做卡。自己只驚個人公司咪驚咋？呢度係咪驚？伊是唔是特別 OCD 嘅？咱特別想嘅。哎呀，你看特別別啊，是 OCD 嚟講，伊冇可能賺一日，你主要是冇，伊是冇個人，咩是別人？你當主意，我是也說係當本人嘛，無代表我自己是家庭款嘅。特別冇咯，我是自己想。有啦，我唔是講前期想係咩啦，我住宿啊，我無個人講。你考 good 嚇，考 good 啊，有個巴閉啫，個私人別啫。冇啦，第一項如果見面嘅，你可能做個派，係咪俾背咯？對本講先嘅。我會杜蘭個幾杜蘭嘅嘛？我會讓第一先啊，把你個第一 recently 把你最近把你個俾即係 microwave oven 嚇。我俾 microwave oven，我即係跟老一頭知道俾 microwave oven the last 2 months 我哋按照做物件。因為我so far 我 try 過了，我捌做過了，我捌做過 spot 甲真濟物件了，特別我而嚟做 reheating 嘅是無咩曉個，紅時我係上久啊，伊嘅像我 spaghetti 咁樣，嚟到過頭軟去。แล้วก็叫啥？ 你是講咩？convection oven 嚟嘅。microwave oven 啊，冇唔是 microwave 啊，是唔是 convection？ 冇唔是 just microwave 呢？你用 electromagnetic wave 嘅。嚇，都係 microwave 呢啦。microwave。冇，但係用 microwave 煮spaghetti 啊。伊部機多嚟。伊煮物件，伊煮物件，你使嘅。你其實嘅嚟做，你成間嚟做時間哟，你做緊啲機食樣啊，你咪 cover 伊咯，你係 high heat 啊，一對本嘅伊skin 淡薄啦。就係你叫咩名啊 ？microwave microwave 微波電爐。冇 microwave oven 嚟，伊microwave 個 oven 個啊？嚇，伊是 double 嘅。喂 ，actually microwave oven 是 microwave oven because 是成個隻 oven 嘅 shape 咩隻啊，所以叫 oven。唔是，伊看咧成個 microwave 咧，特別伊係 rose。特別你係 rose 是要兩項款 combination 是 microwave 參halogen 還是 microwave 參convection 嘅兩項。所以你係補即係定到係攞一個 national 嘅 Carol Silveraja 啊。嚇！依家主隻 Carol Silveraja 主隻就是 national 嘅 microwave oven，就是叫做 combination 嘅 microwave oven。伊是 combi oven 啊？嚇！要參convection，就是講 actually convection technically 是係你嚟咯，係你被爆炸咩？但係你講嘅啊，即講嘅你叫咩 air fryer 就是 convection 啊 ，because 伊是 moving hot air 嘛。So convection 參 microwave 冇有，伊是 combination。哇，做咩伊隻嘅啱咧多啱係咩物件？我應該買 air fryer，還是應該買一個 microwave oven？啊，啲 microwave oven，特別安尼，你會煮係咩物件？你講，我知你會自己煮，你會煮家人嘅物件。你是做咩？你嘅係係咩物件？你看，伊隻。你 kitchen gadget 啦，係咪嚟？哦，開下玩看，開下玩看。特別你 blur 喎，你 camera blur 喎，未看到。unboxing 掉，我而家就可能看 live unboxing 咧。看未到伊 brand。你 blur 喎，你 camera 有 cam blur。你 camera blur，大個。我就插幾條。Smart cooker 啊 ，rice cooker。我入嚟煮盤啊 ，because 我冇暑假，你盤係啲程度啊，夾出嚟我就冇暑假啊。所以我盤斷，你我煮盤啊，我想我煮。你冇 rice cooker 呀？你把你頭知咩 rice cooker 啊？我rice cooker 是上個係你細粒嘅啊。我俾阿毛票嘅 rice cooker 啊。如一 keep warm 嘅時啊，伊想炒，伊想煮啊，伊做大。日本嘅啊，伊把路家會做，伊 temperature 伊煮啊。咁邊未大？呢個佢跳起來嚇。所以這是個咩？這是個阿達式microwave嚟啊。
唔是 microwave 啦，這是煮飯，rice cooker，但是煮飯嘅，佢使煮白行啦，特別我是愛煮飯嘅，你是愛燒愛煮啊？哈，誒，等陣每度，咱 concept 啊，每啦冇開呢啊，我俾 concept 係你啊，摸一條，零頭摸一條，所以你俾多廚煮嘅時候，嗱，所以講你俾自己一人用啦。冇，多廚煮多房間煮。係啦，你房間，你啲房間嘅煮，你俾煮下面物件，你俾煮下面物件，你成個講 microwave oven 呢是煮成個。煮個隻 ，OK， 我是 mostly 愛煮嘅是飯咯，即係普通嘅咯。咩 rice cooker 嚇 ，rice cooker 嘛，嚇 rice cooker。然後幾行菜咯，可能。你菜是安怎煮餐呢？還是嘅 roast 呢？還是咩？你俾就是講你俾煮俾成個補嘅物件咧，你就俾即係 air fryer 咯。你就是俾嘢嚟吹。我俾補我內本啊，我有時我買佢蒸啊嘛，啲補你內啊？咩？特別內嚇 microwave 冇下煮 ，microwave 冇下煮內嘅爆炸。檸檬啊，你若是俾冇cooker啊，你俾嚟好成個之類啊，你會使下你係啲丁。俾，即係阿達些冇類。我碌個80塊呢啊 ，on sale。80塊咩？80塊Canadian 一般價。冇類。80幾塊，上面幾十都係80塊呢。係啊，老實講講啦，microwave 啊，最好嘅物件係咩㗎？你 frozen food 煮食嘅 frozen food 你囤嚟做啊，做是最好嘅物件啦。Because microwave 我直接攞過我學掉啦，我唔要讀冊嘅，我哋自己 try 嘅啫。我嘅感覺，我嘅就係講 microwave 啊，伊嘅 heat 啦，冇 consistent 嘅啫，所以煮嘅物件會做。不要讀冊㗎，不要煮是攞下面嘅喎。伊無去讀伊嘅 instruction 伊就家己去 experiment。So 你做特別 microwave oven 呢是，我係話曬 microwave oven 卡，你被 replace microwave oven 真係硬咯，就方便咯。伊方便，你即係做咩事話用 microwave？你係不管煮本會喎。我是喺啲樓頂，因為有時我搬病卡聽成婦聽下整嘅事啊，我咪落樓卡，我行出我面口，我開開我開唔開個面口，我都看安裝啦，咪佢話揾，乜嘢啊？我行。等陣，你部 microwave oven 係咩合併？西班牙。咩嘢？你合併部 microwave oven 唔是部。唔是冇，我有 microwave，問題是我唔是阿達事嘛，我是包娃，我去開哈，了只物件，嗰種是俾你中國會物件，知啊？這邊是本嘢中國人個了，本基不有，對，個了你，哎呦，加啦，你啊，係安尼啦，安尼無貴 microwave oven 無貴只半機啊，當劍。知道。你物件一件生嘅，伊 defrost，伊做幾嗱行件咯，你 microwave 咯。啊，那如果像是 microwave。其實樓頂是 temperature， 樓下是 timer，係啥物？冇即對面即一粒是，互你看伊無像 power zone 咯，伊號地少呀 15%，一路係互你 defrost。係啦，慢慢做嚟做啊，將個地做啊，是你夾嚟正日煮物件食嘅咯。你不開過可以爆炸過咯。特別我講聽，冇白，你問要幾問轉內啊？我是做內哦，我是拍伊內開啊，拍線先，了個杜卡巴油啊，你係深圳吧？你看你物件雞配啊。伊泡干了一時嘅，你袂使係鐵嘅物件入去，了你物件袂使合時嘅，你規粒都袂使係。係時下，這是公共嘅便當件啊。係咪 butter？你講你 U channel 你 copy 嘅，咪先一粒是我係樓頂嘅啦。哦，我係 reheat， 我係 bubble tea 哦。你開嘅未啦 ，bubble tea 是食靚嘅嘛，咧伊 copy 嘅。那他們怎麼是？哦 ，OK， 我忘記咗 K cup。哦，這個貴啊，Nespresso 嘅啫。哦，他們你講未使蝦米？
别使系 butter。咕油咕油。什么是别使系 butter？會碰咩？會爆炸。我 try 過，我 try 過咧，我過嚟買過咧垃圾嘅咧。我知。你是做你到底係 butter 裏面做咩？我 reheat 我做 bread 嘛，我笨蛋。你是特別。Actually butter 就用我講埋你啊，講埋你啊，我就一個先嘅物件啦。你用湯嘅物件，你係用清嘅湯啊，你別使用結嘅湯，結嘅湯都會爆炸。啊，依個 liquid。你講阿總講你，阿總講你，總講係咪？等陣，我學這自己講先，你企超。四份嘢愛講喎。嚇，嚟，我講你這啦 ，How do you recycle your rubbish？啊，這是8集 episode，你係即係 microwave 我咪講下，我把你個學掉之類，即係你咪 soften butter 啊，就係你 recipe call for softening butter。microwave 冇 button 做 soften butter 嘅喎。哦，特別你特別你 percentage 特別隻高，你特別隻高啊，特別隻高，特別有隻隻硬嘅好，你個面蛋嘅好，你咧你即成日講 microwave safe container 係拗咧，我 dish 嚇，然後係水即係 about 1 cup 水，然後你即係 microwave 伊 about 2 minutes 可以滾，所以可以滾咧嚇，然後摕伊嘅水出來，然後放你嘅 butter，你 butter 特別錫較薄一啲，然後係即係入面冚掉起來5 minutes，伊就 soften 了。未使開啦，等於未使開啦，就是冚了。對。你講個 butter，你再換做煮，我 try 係咪有我嘅青糊啊？I mean fresh 嘅糊啦，樣 filet 好時咧係咯。樣係啲樣讀點是做 frozen 便係啲 plastic vacuum bag 嘅，因為 plastic 係 microwave safe 嘅。我刮開嘅 plastic 啊，我係 butter，แล้ว我係我係喺裏邊和嘅糊แล้ว我係ấp喺裏邊，แล้ว係ตำบ pepper ก็係ตำบ鹽，แล้วกุย包ก็係啲即係 microwave safe 嘅盤咧，又ก็可以開掉แล้ว啲喺邊咯，แล้ว要啲 plastic 有開ตำบ坑啊嘛，所以未爆炸咯，所以 butter 搖啦，特別我啲我放得啦，我就見我冇咩 idea microwave 嚟煮做咩事咗 ，microwave 一煮食是 from 裏邊出嚟烤嘅。So because of that 啦，咱未 season 咱能嘅把啊，咱 traditionally 咱 season 咧係你用 oven 還是你夾去煮啊，伊是迄啲米烤入裏面可以食嘛。所以你用嘅 spices 啊，你 up 什麼嘅料，有時啲米烤入一把香嘛。แล้ว這個是殺出來嘅，所以 butter 它就冇入到糊嘅裏面。一定搖了嚇，係搖啲米烤，一個米烤油呢，特別裏面冇味嘅。我就當今我食 salmon monkey 超啊亂，喂你 salmon 條喂你 salmon 我定住煮嘅事啊，我覺得我 Instagram 會煮嘅哦，我當然俾 salmon 有皮嘅 salmon 啊，咁一般時候你講咧一包 vacuum seal 嘅咯，特別係我是暑假貼伊出來咧，是我切蛋先。切蛋一下，我就做咗我嘅鼎 non-stick 嘅鼎，係只咖啡，然後係得油，然後我嘅皮糊嘅 salmon 嘅糊嘅皮嘅位下，我抹一眼嘅 potato starch，你切蛋先啦，然後你抹一眼嘅 potato starch，然後你煮嘅時你買小罐嘅，可以 medium 到買起個罐嘅 medium 就得，然後你油抓咧下，你係到啲頂面位。你皮到啲嘢點係餅嘅，所以你可以煎咖喱。你較慢可以煎咧，所以伊個 heat 條 heat through 接較一半，伊個糊嘅一半，salmon 一半條。了特別我暑假 season 係咪？我暑假season 係咧 Korean 嘅 sauce 叫做三醬。過豬醬啊？唔是三醬，過豬醬啊？三醬是三醬是下一成個豆醬。豆醬啊，椒橙。你攏看者，這啥物？天官咯，天官咯。到到位。哦，馬來西亞天官咯。OK，使小蛋啦。OK，แล้ว你看到แล้วการิงเราใส่ที่ Instagram 有幫人看。個การิงเนี่ย一配個การิง個好正。I think 我一項嘅馬來西亞有嘅，美國冇。嚇。我看到有做嘅一個是 oven 參，伊是 convection oven，加
會使參加 become steamer。哦，有啊哈，我捌 Europe 有啊，迄個時候都做落地。做落地就好用啊，沙運到係。我有想過啊，我去買 solar panel 省電嘛，對。แล้วว่างอยู่แต่นี่ละว่างใส่ตัวปังเก่งวิจูว่างไอ้ปุ่น做ว่างไอ้เก่งว่างตัวแม่งชุดมือแล้ว特別講我跟你講啊，出咩事啊？一solar panel 就到倒。你注意ปังเก่ง啊！你ปังเก่ง真差嘅，你ปังเก่ง一個現嘅啊！我有 air fresher 嘛，有 air refresher 嘛。你係 air fresher 都好啦，還是你物件油嘅嚇？伊未走嘅。我伊用 air fryer 呢誒。Anyway， 我講對邊咧嗬，佢俾一個 inflatable boat 啊，然後再去釣魚。然後我對來啊，我係我媽咪嗬。冇啦，我是講啊 ，worst come to worst 啊，無路嘅 situation 啊，對啊。然後就係你去俾一個 tent 啊，我係ตัว tent 位個係 solar panel， 我佢係聽過，佢係有 WiFi 個。哈哈，佢係聽邊咧？冇路，但係佢係 USB。冇啦，USB 我 USB 使俾 solar panel 嘅 USB 嘛。但係佢 USB 佢只 gas smoothie 咧，我係我ตัว白係點咪平啦，所以你使你咪馬上了 ，because 並冇。我想佢話比較貪女話，就是佢俾你 supply 你 oven microwave oven。我比較貪女就是佢俾你 drone 跟俾你 GoPro 啊，然後 record 然後喺到 YouTube 會。有。安怎談女？安怎談女？啊，不，等，你只談 number one create a business, number two profit， 你 in between 呢？你 in between， 你唔使講你哦，乜就係你負責叫做談女啊 ？in between 就是去成日 daily 去生活啦，你會使去。不，我就 inflatable 轉去。不，我明白，你安怎 YouTube 到 from posting YouTube video 去談女？啊，你 YouTube 你看過下咧，你看過下人家己 plan 伊 paddy 啊，然後伊 build 伊個己 bamboo 嘅厝啊。我知，特別啊，就頂是啊，你無過 minimum 1,000嚟啊，你被 monetize 嘛，對無？冇問題，你 register 1,000嚟嘅 user。係我就安怎 register？然後用 VPN。用你自己，是伊個，伊是你自己，嗰時你自己啦，1,000 user。你會睇個者，就是你去到咖啡，你計水個底就好噶啦。特別你就開鐳喎，你水你開鐳就冇鐳啊。是咯，我係咯，咩鐳啊？裏邊咧學緊咯，裏邊學緊有。邊咧學緊咧？即係你一度冇攤鐳叫你上話啦。Spam my bot 要 long click。10年又冇攤鐳啊！你 spam 你即係 YouTube user 一頭 ban 你 account 佢個頭你都有，我上過，我講上過叫你。哎呦 ，OK 啦，我 solar panel 上啲好嘅啦，我 solar panel 了，我係使我 motor 佢係使 convert into electric 嘛，我免用油啊嘛。我未單嘅你話呀，有幾時買尋冷掉啦？你做咩 ？OK， 講緊 drink 就好啦。可能我掉落個小嘢，我唔使，做嘅係14節，我係個行 call 嘅我係。你 prepare 啦，你對來迄個兩禮拜，so far 真係朋友掉 quarantine 兩禮拜啊，你可能千幾塊，你只係物件樣 complain 個半死啊，แล้วอีกเป็นแรงหลักอี對於 New Zealand 啦。政府出嚟迄個兩禮拜 quarantine 啊，伊一禮拜食3頓較好嘅，水夠嘅，餸夠嘅，好嘅。然後係你是好還是無好物件？外國嘅物件食政府學 free 嘅國家好嘅，馬來西亞係學兩千幾塊。特別，我唔知。你是講外國好還是講馬來西亞好？馬來西亞好。馬來西亞無好啦，你學女一個只較別好勢。你講迄叫伊阿妹，第尾名是寫我啊？嚇對咯。你啱嘅朋友。你咪想你這啦，你咪想你這，你可能想講我對馬來西亞。特別你想講因為對佢是食紅咩？伊對佢是咪對佢啊？所以咪是無法安裝，特別我覺得先。伊講嘛，我對佢就是小姐物件嘛。我是講即係
我是講零頭摸字啊，等日我看你講我 memory 咁樣苦，我肯定對唔起，有冇想俾啊？今日嗰陣時候這樣笑，聽一隻你台灣特別嘅片咧，是零頭摸一條啦，阿摸白，摸頭冇摸白，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ที่คุณคิดว่าลงขี่ของก็เทียบเดียวแล้วสิก็即係 gadget queen สำหรับซาว่าสีบากาวกา比賽講效果กาอันนี้好，人你好，那冇走去也好。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哋快出見，拜拜，自康自然，拜拜。ก็ตอนที่ YouTube เป็น人YouTube 嘅人到頂一禮拜無看到episode 就這邊，但正手邊咧都被定看定聽，定下 subscribe 一個定下就入正頂面但玲瑯咧，有現條錄音嘅時都會通知你，一定是玲瑯我係30塊，無春官嚟掉呢。OK，感謝，拜拜。